70年断层不灭，歌舞再起，我们仍在。我们是隆昌部落。隆昌部落嘎尼防纳，一个曾经也是个年龄阶层制度严谨、传统文化系统完整的大部落，有着自己的歌谣、技艺以及传统信仰。早期拥有阿美族制陶的工艺而闻名，因外来宗教信仰把部落原有的文化给断了。将近快70年左右，族人们也逐渐淡忘掉原有的传统文化。不过，因部落青年不断的努力与推动，直至今日，终于将丰年祭及海祭的传统技艺复振起来，快失传的歌谣也把它找回来并传唱下去。所以，部落的事及文化是族人们共同所努力的。我们未来也会一直持续守护自己的文化，只问自己一句：不问部落为我们做什么，只问我们为部落做什么。